上保險點買？1分鐘話你知，北上消費成為港人生活嘅一部分，但喺內地遇上突發狀況，你嘅保障夠唔夠？一份合適嘅保險能夠令你嘅旅程更安心。旅遊保險係最基本嘅選擇，涵蓋醫療、行程變更同個人財物保障。旅途中生病或者意外受傷，醫療費用可獲賠償，甚至住院同門診費用都可以報銷。若果行程因天氣等因素取消，住宿同交通費都可獲補償。此外，個人物品如果遇到盜竊或者損壞，都會有保障。對於經常北上嘅港人，中國專屬旅遊保險更符合需求，不單止涵蓋醫療同埋意外，仲包括行程延誤及個人財物損失等風險。長期北上嘅話，可以考慮全年旅遊保險計劃，一次投保，全年受保，慳返每次出發前購買保險嘅麻煩，仲可以節省保費。此外，內地住院需要支付按金，部分保險計劃提供住院按金保障，甚至附帶醫療卡，令你無需預繳住院費。選擇適合嘅保險，確保北上無憂，令你安心享受旅程。